喂，係咁㗎個考。好，繼續整理，繼續整理。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們。願天父的慈愛基督聖種，聖神嘅恩慈你們同在。也與你的心靈同在。各位親友，今日我哋咧歡聚喺主嘅聖殿，一齊參加崔俊傑及埋羅偉業嘅結婚嘅典禮。喺呢個表示我哋對佢哋兩位嘅祝福同埋支持，並為佢哋結合作見證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知道咧，婚姻係天作之合。現在就讓我哋咧祈求天主降福，這對新人永結同心，白首偕老。請大家祈禱。上主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，福佑崔俊傑同埋羅慧儀，他們在你及教會同埋親友面前結為夫婦，求你降福他們相親相愛，白首偕老。願你的聖子同埋的主耶穌基督，他我哋及聖神，是為天主永生永王。請各位坐下。恭讀創世記，天主說：讓我們按我們的肖像，照我們的模樣造人，叫他們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、地上的禽畜，以及各種野獸，以及所有爬蟲。
天主誰照自己的肖像，就是照着天主的肖像創造了人，創造了他們男和女。天主降福他們說：你們要生育繁殖，充滿大地，克服大地，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以及所有地上的動物。天主看見他所做的一切，覺得樣樣都很完美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。請各位隨同歌詠團一同詠唱答嘅部分。敬畏上主的人，遵行他道路的人，真是有福。你將享用雙手勤勞的成果，你將生活幸福，萬事亨通。你妻子在你內室，好像結實纍纍的葡萄樹；你的子女圍繞着餐桌，好像橄欖樹的嫩枝。請看，敬畏上主的人就這樣有福。願上主從熙雍降福你，使你終身得享耶路撒冷的幸福。福音前歡呼，請各位起立。願主你們同在，恭讀聖馬爾谷福音。那時候，耶穌對猶大人說：創造自從，天主就造了男和女，因此人要離開他的父母，兩人成為一體。可見他們已不是兩個，而是一體了。那麼天主所結合的，人當然不能拆散。上主的話。基督，我們讚美你。請各位坐下。今日咧，我哋好高興咧喺呢度見證崔俊傑同埋羅維儀婚姻嘅盟誓。我真呢個機會咧，恭喜你哋兩個啦，百年好合，永結同心。
今日咧，我哋聚集呢度咧 ，Cindy 同埋 Kyle 俾佢哋做見證人，向佢哋表達我哋嘅支持同埋祝福，亦都我哋咧誠心求天主咧賜俾佢哋力量啦，令佢哋能夠咧一路清金講得出做得到嘅。好啦，我哋啱啱讀咗呢個福音，耶穌遞到呢個婚姻嘅時候咧，曾經講過呢個3句説話。佢話首先話人要離開父親同埋母親，依附自己嘅仔子，兩個人咧成為一體。然後咧又話他們不是兩個，而係一體了。最後呢句話，凡天主所結合嘅，人不可拆散。現在讓我哋咧諗下呢3句説話嘅意思。我相信咧人人都知道父母同埋我哋嘅關係咧係好密切嘅，但係咧點解耶穌會話人要離開父親同埋母親，依附自己嘅妻子呢？因為人一結咗婚，丈夫或者妻子咧就變成咗同自己嘅關係最密切嘅人。夫妻嘅關係咧密切過父母同埋自己嘅關係。點解夫妻嘅關係係咁密切呢？耶穌話佢哋不是兩個，而係一體了。係結婚嘅時候咧，夫妻嘅身體會好親密咁結合，成為一個身體。我想問大家，夫妻嘅之間嘅關係係咪只係身體結合嘅咁簡單呢？當然唔係喎。夫妻嘅之間嘅關係咧，除咗有身體結合之外咧，仲有咧心靈嘅結合嘅，係呢個好重要嘅。換句話嚟講咧，佢哋要心心相印，永結同心。點樣先至能夠咧心心相印呢？佢哋嘅之間一定要一種高級嘅無條件嘅嗰份嘅愛。所以咧，崔俊傑同埋咧羅偉義咧喺呢個陣間婚禮上邊咧，向對方許諾，無論環境順境、疾病健康，我都永遠愛慕同埋尊重對方。當佢哋到呢個無條件嘅咁愛慕同埋尊重對方嘅時候咧，唔單止佢哋嘅身體，連佢哋嘅心靈亦都會密切嘅結合嘅，可以達到心心相印嘅地步，成為一心一體嘅。喺呢種夫妻嘅關係咧，就係咧人間最深嘅關係嘅。中國話一句説話咧，形容咗係婚姻嘅説話，叫做天作之合，係嘛？喺呢句説話咧，係咪真嘅咧？對於呢個崔俊傑同埋羅偉義咧，喺呢句説話係真嘅，因為耶穌話：凡天主所結合嘅，人不可拆散。今日咧，佢哋兩個咧喺天主嘅聖教堂裏邊咧，係舉行呢個婚禮，所以佢哋一定係天主所結合嘅。兩位咧知唔知道點解天主所結合係人唔可以拆散咧？因為天主為你哋婚姻預備咗好大嘅、好豐富嘅祝福。如果你哋一路清金實踐你哋彼此相信愛嘅諾言，你哋就會咧得到係天主你哋所預備嘅祝福。但係假如你哋唔遵守諾言，頭先陣間你哋會呢個諾言唔遵守嘅話咧，呢啲美好嘅祝福你亦都就得唔到噶啦。今日咧，我哋聚集呢度咧，俾佢哋作見證，向佢哋咧表達我哋嘅支持同埋祝福，亦都我哋繼續為誠心係天主賜俾佢哋呢份嘅力量，令佢哋咧能夠咧一落清金講得出做得到嘅。我相信現今嘅社會咧，現今嘅世界咧，當我哋去愛嘅時候咧，就一定咧體會到愛同埋犧牲嘅，係唔能夠，所以我哋唔能夠咧分開。所以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咧，就話俾我哋知真愛嘅一個標準。如果一個人咧真愛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好似耶穌咁，唔怕我犧牲，亦都自然咧有一種捨棄為人嘅精神。呢個好重要嘅，唔係咁簡單係愛你咁樣。呢個冇條件嘅愛嘅喎。如果冇條件嘅愛嘅時候咧，愛同埋犧牲咧一齊分唔開嘅。
好簡單，有一個故事係咁嘅。有一日咧，天氣好熱嘅，一對白鴿咧要有一個地方飛到去另一個地方，因為咧太陽咧非常猛烈嘅，佢哋咧飛得好辛苦嘅，好擔心飛唔到你個終點。於是咧呢個紅色嘅白鴿咧對淺色嘅白鴿話：不如我向上面飛，你向我下邊飛，我用身體咧遮住太陽嚟保護你，咁你就會咧飛得舒服啲。於是咧呢個紅色嘅白鴿咧就開始向淺色嘅白鴿咧上面咧飛嘅，然後咧間唔中佢哋兩個咧又會交換位置。總之咧呢對白鴿咧平安飛到呢個目的地。喺呢個故事好簡單，喺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咩啊？一對有愛嘅夫婦咧係要為大家互相犧牲嘅。我相信咧崔俊傑同埋羅維爾咧，每一對夫婦咧都有呢一個召叫嘅，同埋咧效法耶穌基督係呢份嘅愛，唔怕自我犧牲，唔怕奉獻出自己。但係咧喺呢個世界咧唔係好容易嘅事係嘛？因為咧好多時人咧自己為中心嘅，亦都好容易咧會有自私自利嘅。但係我哋知道咧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係天主，所以我哋結婚嘅時候，我相信係靠黨結婚。我相信咧，天主都會願意俾你哋足夠嘅恩寵，同埋去讓你能夠做出你哋應該做嘅一切。你哋都要記住，當你哋婚姻嘅生活咧，我哋要記住，當你哋婚姻嘅生活咧，我相信都會效驗嘅。你哋千祈唔好懷疑咧，喺呢個婚姻唔係天作之合嘅。羅偉兒啊，你時時都要記住，崔俊傑係你天主為你嘅安排嘅丈夫。崔俊傑，你時時都要記住啊！羅維兒啊，係天主為你安排嘅妻子。我相信咧，你哋咧時時都要咧互相愛慕同埋互相尊重。如果好簡單，如果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咧，肯定咧有意見唔同啦。我哋要咩啊？坦誠溝通。如果對方做咗錯事，就要寬恕。如果自己做咗錯事，就要咩啊？承認，好簡單嘅。仲有咧，對方諗法，我肯定咧兩個一齊生活嘅時候咧，對方嘅生活咧或者諗法咧、興趣啦，同埋成長嘅過程咧，一定同自己嘅有啲唔同嘅。所以咧，你哋要咧樂意做犧牲，互相忍耐、互相包容、互相遷就啊！崔俊傑同埋羅維爾，如果你哋樂意咁樣做嘅話咧，就一定會得到係天主好大嘅祝福。有啲嘢咧，你哋要知道喺生活上入邊咧，實踐愛嘅，特別係呢個無條件嘅愛嘅時候咧，實踐呢份嘅愛嘅時候咧，呢個惡見嘅時候咧，唔係一件只係靠自己嘅力量就可以容易做到嘅事。所以咧，我勸你哋咧，一定要同天主保持呢份嘅密切嘅關係。點解咧？天主係愛嘅根源。如果你哋同天主保持呢份嘅密切嘅關係咧，係天主嘅愛咧就會不斷咁融入你嘅心裏邊，令你咧有能力去愛對方，令你咧有能力為對方而犧牲自己。你哋點樣做咧，先至能夠同天主保持呢份嘅關係咧？係好簡單，要祈禱。祈禱係咩咧？感恩嘅心。如果一個人咧更加講，時時都要感恩嘅心啊！感恩嘅心同埋承認自己嘅錯嘅時候咧，同當天主係寬恕嘅話咧，我相信咧呢個好簡單。我相信天主求天主嘅時候咧，天主會指引你哋，同埋咧亦都教聖母媽媽每日都要走一啲時間一齊祈禱。如果咁樣嘅時候咧，崔俊傑同埋羅維爾啊，希望係天主特別俾你哋呢份嘅力量。同埋咧，祝你哋咧一諾千金，一生都係實踐你哋愛嘅惡見，成為一心一體，時時都有一願和氣。我講一次啦，希望你哋咧記住，祝你哋咧一諾千金，一生都係實踐你哋愛嘅惡見，成為一心一體，時時都一願和氣。我哋而家繼續為佢哋祈禱，一陣間佢哋兩個咧會同對方同埋教會同埋大家面前咧會呢個承諾。希望嘅天主俾佢呢份嘅力量，使佢哋更加無條件咁樣愛對方，更加開始新嘅生活。天主祝福大家。
跟住落嚟係締結婚約嘅環節。崔俊傑同埋羅慧儀，你哋今日咧嚟到主嘅聖殿，喺天主同埋教會嘅雙方家長同埋各位親友面前締結婚約。你哋知道咧，夫婦嘅愛咧係如何神聖嘅，婚姻嘅責任咧又何等重大，亦都係知道幾時天作之合，必須要終身相守。現在我以教會嘅名義咧，請你哋鄭重表明自己嘅意願。崔俊傑先生，你是否自願意同羅慧儀小姐結為夫婦呢？是，我願意。羅慧儀小姐，你是否自願意同崔俊傑先生結為夫婦呢？是，我願意。好啦，你哋既然選擇了婚姻嘅生活，咁你哋是否願意一生互相結愛呢？是，我們願意。你哋是否願意接受天主賞賜嘅子女，並按照基督嘅福音同埋教會嘅訓導養育他們呢？是，我們願意。你們若兩位既然願意結為夫婦，就請你們彼此握手，喺天主同埋教會嘅面前互相訂立你們的婚姻嘅盟約。羅慧儀，我如今鄭重承認你作為我的妻子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順境逆境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願主垂鑒我的意願。崔俊傑，我如今鄭重承認你作我的丈夫，並許諾從今以後，無論環境順逆、疾病健康，我將永遠愛慕尊重你，終身不渝。願主垂鑒我的意願。願天主降福。這對結婚戒指，請你們互相交換，作為真愛忠正的信物。Thank you。羅慧儀，我給你戴上這戒指，表示我對你的忠貞與愛情。崔俊傑，我給你戴上這戒指，表示我對你的忠貞與愛情。願上主為現堅固並廣福你們喺教會同埋親友面前所作嘅婚姻嘅盟約，並使你們永遠幸福，但如天作之合，白首偕老。恭喜崔生崔太永結同心，新婚快樂！好似有一個動作未做喎，有動作未做喎嚇，我想睇喎嚇，咩動作啊？得唔得㗎？好請大家起立，而家係進入禱文嘅時間。各位親友，今日咧，崔俊傑同埋羅慧儀
在天主同埋大家面前結為夫婦。現在有我哋呢，為這對新人同埋每人嘅需要同聲向我哋嘅上主祈禱。請為新郎新娘祈禱，求主賞賜他們一生互相敬愛，同偕白首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請為教會祈禱，求主助佑我們忠信於基督，為世人的互助互愛、精誠團結而共同努力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請為香港社會祈禱，求主賜我們安居樂業，並為社會的繁榮進步作出貢獻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請為所有家庭祈禱，求主恩賜父母子女克盡己職，共同建立溫暖幸福的家庭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請為今天參加婚禮的親友祈禱，願主恩賜我們喜樂平安，在生活中互相鼓勵，彼此服務。為此，我們同聲祈禱。現在讓我哋眾後同聲按照主耶穌基督嘅教導，向我哋嘅天父祈求。我們的
願主你們同在。與你的心靈同在。我們既見證了追俊傑同埋羅維兒婚姻嘅盟約，讓我哋咧祈求天主永遠廣福他們同埋保護他們。聖父，萬有的創造者，你按照你嘅肖像創造了男女，並樂意廣福他們的婚姻。我們為今天新吩咐祈禱，想主求你多次福澤同崔俊傑同埋羅維兒，使他們善道夫婦嘅生活生男育女，延續人類擴展教會。上主願他們歡樂嘅時候讚美你，憂苦嘅時候投靠你，工作嘅時候蒙你助佑，困難嘅時候得到你嘅撫慰，喺信道聚會嘅時候向你祈禱，喺生活中為你作見證。願他們白首偕老，同各位在場嘅親友共享永遠的幸福。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。各位在場嘅親友，願全能嘅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們。阿們。我們既見證了新人嘅婚姻嘅盟誓，就讓我哋同他們一齊喺生活中為天主嘅慈愛作見證。感謝天主。
見下回緊電，係 OK 啊！嚟笑容1、2、3，好again，再嚟1、2、3，好影多張啊！好外街，好笑容1、2、3，好again，嚟多張，好再嚟1、2、3，好影多張啊！再嚟。食多啖，食多啖。我哋 ready， hold 住1、2、3，好再嚟1、2、3，好多個係啊，好嚟 ready，hold 住1、2、3，我哋都將就嚟1、2、3，好，使唔使快啲住啲嘛？我哋1、2、3，好快，我嚟往呢度咯喎，好嚟燒肉，嚟1、2、3，好啦，一齊往呢度嘅1、2、3，我哋多張燒肉，我哋燒肉1、2、3，我哋多張1、2、3，多張啊！我哋多張笑容1、2、3，我哋多張呢度望呢度 ，ready， 好似1、2、3，我哋多張再嚟笑容。OK， 好，啱好嚟望呢度望呢度，ready， 好似1、2、3，我哋 ready， 好似1、2、3，我哋多張笑容。兄弟攞一落嚟先啦 ，OK， 唔該晒。我哋1、2、3，我嚟多張笑容。花球再低啲啊！係啱 ，OK， 我嚟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我嚟多張就，我嚟 ready，hold 住1、2、3，我嚟多張1、2、3，你多張1、2、3，你多張，OK 好。我哋 ready，hold 住，我影多張就嚟，我哋 ready，hold 住1、2、3，我嚟多張笑容，我影多張 hold 住，好 ready。我哋1、2、3，好再嚟啦！笑容啊，開心嘅，一齊望望啊！好笑容啊嚇！我哋都真係1、2、3，好，我哋有啲嘢想你哋做，望住佢兩個得㗎，你哋係啊，準備1、2、3，好啊！我哋 hold 住1、2、3，我嚟多張，我哋 hold 住一齊望呢度1、2、3，我嚟多張1、2、3。唔好淨係遞嗰隻手指，一齊望我，好好啊！好嚟1、2、3，我嚟多隻1、2、3，好哇，開心！好，我哋 ready，hold 住1、2、3，好嚟，hold 住1、2、3，好嚟啊！1、2、3，我嚟多張，我嚟多張嚇，我聽日2、3，好真係，好一齊望我先，嗱望我先，好嚟，好啦2、3。OK， 彈佢一彈佢，哇！OK 夠啦，都係瘀咗啦。一齊追佢啊！追佢兩個，追佢兩個，係啊！好，停一停，心口。望呢度就掂啦。係咯，成日都錫。蝕底晒。啊，不過我哋想問下。
另外一隻手摸嘅，唔係用另外一隻手，用另外一隻頭。唉，你唔好竇嗰度啊，不如你摸下個頭啊，唔好摸上邊。係好殘忍。我插翻袋，好誒放呢度 OK。好嚟咩？好再嚟。一齊，你比較叻佢啊！真係叻嘅。係啊，真係你都比較辛苦我哋啦，係。胸前啲我度啊！我哋 OK， 我哋呢。OK， 嚟啊！見晒，咦？幾多個嘅？2兩。我一齊揸住嚟。你咪本都俾我。你買一周係咩？差唔多嘛。呢個。係啊，俾一分鐘我先啦。OK， 嚟啊！我嚟一張，影一張啊！呢張附真嚟。好。好，打打打。